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12册第2课斗阵做公益。阿姊，你看陈树菊阿嬷有够了不起的呢？是啊，伊甲卖菜的钱欠起来，然后捐出去，去起病院甲图书馆。我嘛足想要学伊做善事，毋过我无钱，无钱嘛会当做善事啊。亲像我拢会捐发票，甲做环保。你真正是乌干仔底豆油，看袂出来呢？嘿，甲当你才知哦。捐血、捐发票、做义工、做环保、募款、赈灾。月客仔话，12月挂菜有心，人真有诚意。农历12月是生产挂菜的旺季，逐丛拢有挂菜心，所以讲有心。比如人真有诚意。接骨师傅斗骹手，帮忙的意思。接骨师傅专门替人将脱臼的手甲骹接好，也叫做斗骹手。比如帮忙的意思。复习礼拜我有去捐血哦。后摆咱做伙去，好无？阮阿姊讲无钱嘛会当做善事。我今仔日有做善事哦。我出一个米菜，互大家来摇，出来活跳跳，入去死翘翘，摇一项物件。布袋戏红仔，明仔载有魔术的表演，啥人要甲我做伙去看？